上期咧就講到香港商家喺小紅書上面起號，覺得流量難捉，競爭太大嘅問題。今日咧就接落嚟講埋剩低嗰2點核心技巧，繼續教大家點樣做好產品種草。第三，佈局關鍵詞，搶佔搜索流量。小紅書嘅搜索流量咧佔比好大㗎，香港商家一定要學識喺筆記嘅封面啊、標題啊、文案入邊啊，植入一啲產品相關嘅關鍵詞。當我哋用戶搜索相關需求嘅時候咧，你嘅筆記咧就會更加容易咁俾刷到啦，輕鬆咁樣捉住主動搜索嘅精準流量。第四，筆記種草爆量成交。內地嘅用戶最憎嘅就係硬講啦，佢哋中意嘅咧其實係真實嘅種草分享。香港商家寫筆記嘅時候啊，就要從分享者嘅角度出發，多啲提供價值，俾出解決方案。例如推薦一款穿搭，我哋可以實實在在咁樣講，呢件衫嘅版型可以點樣遮住我哋嘅肚腩仔，呢個泡泡族嘅設計可以點樣收埋我哋嘅拜拜肉，甚至可以揾模特着上身去拍一啲實拍圖，展示下真實嘅效果。呢一種貼地嘅分享反而可以帶旺我哋嘅成交。細分定位，捉準痛點，佈局關鍵詞，真實嘅種草分享，呢4個咧就係小紅書運營嘅核心技巧，大家一定要記住啦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